有猜到我现在在哪里吗？对，在旅行中，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担忧，我们心里会疑惑，我们心里会忧虑，但是你安慰我，我就会喜乐。刚才呀，我很担心我的位置其实是有人的，因为我是借座的，每一次走过去的人，我都会想，是不是这是他的位置，然后我就没有位置呢？亲爱的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件事情，在你生活中，你有没有很担忧？你有没有很怀疑的事呢？还有，你有没有今天很担忧、很怀疑的事，需要这位上帝来安慰你呢？让你可以得喜乐呢？手牵手，彼得的手。